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
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
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会友针对着咱个人的事项，迄就是以咱 PPT 面顶遮 PowerPoint 所印出来咱会使点睛来祈祷。
听后9:30，咱才开始来咱今日的主日礼拜。即马已经9:30，咱邀请咱兄弟做伙来唱会前的诗。
主日礼拜现在已经要开始，为着保持咱礼拜中的庄严，请咱兄弟将你的行动电话关机，咱做伙备办恬静的心来听福音钟声。我要求告上帝，将我的事交代上帝，就是惊代志大到袂当测度的，惊技术算袂了的。伊落雨伫地面上，像死水伫田园内。伊要安置卑微的伫悬的所在，要举起哀惨的伫安稳的地。请咱兄弟起立，齐声来吟。新圣诗40首，我目举起向天。来游玩徛起，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的全篇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做人，
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过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或在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着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各定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食做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温数，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兄弟请坐。咱来启应，启应文30，请咱兄弟编开新圣经后面第1053页，启应文第30篇。我起，请咱兄弟来引。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守你。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至尊至大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创造天地、关山、大海，甲美丽奇妙的世界，佮创造人类，掠阮做头，有份来甲你做伙管理世界。阮相信，上帝是万事万物的起头，也是万事万物的基础。阮所要追求的制度甲生活，拢着大先以咱的信仰做基础，也就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大疼痛做基础，以圣经的教示做基础。阮尊崇教会传统的主日礼拜，每一个礼拜日备办庄严、反省甲虔诚的心来圣殿敬拜、学老主。
阮借着敬拜、反省来洁净阮家己，也借着学乐感谢主来珍惜主所赏赐的活命。总是面对时代的变化，阮的智慧不足，阮伫信仰的团结有出大大的问题。阮的老爸老母持守因的信仰，阮的后一辈煞毋肯对阮来教诲，做伙来追求有信仰的生命。主啊，恳求你赐阮智慧，互阮有能力教示阮的后一代明白，信仰并毋是一个会当自由选择要来还是无爱来的活动。阮伫主日礼拜中听孙姐的台语讲道，用台语甲回来兄弟姊妹请安问好。伫厝里，阮为着方便，阮用华语来甲阮的囝儿沟通。阮的囝儿已经毋是用本土的语言来甲父母做沟通的工具，反倒转，阮做父母的就爱用华语，才通来甲阮家己的囝儿做沟通。主啊，请你教示阮，阮是要安怎才有法度定根伫本土，用台语来传接福音，互阮的后一代啊！恳求主显明，阮现在所做的代志，到底是愚妄的固执，还是智慧的坚持？阮将阮所有的无明白，交托伫主的手中。愿主光照引带，愿主帮衬。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圣歌对学乐，我主上帝。
咱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诗篇120至121篇，请兄弟点开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旧约第676页，诗篇120至121篇。诗篇120，我伫危急中求救耶和华，伊就应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白贼的喙唇，甲诡诈的字。诡诈的字啊，主要互你啥物啊？要用啥物加添互你啊？就是英明的人的来剑。甲路顶茶的热炭，我真惨啊！脚骹伫美食，徛起伫基达遐个布边的中间，我甲遐个万分和平的人久久三角徛起。我爱和平，总是我开喙，因就要争战。第121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来，对倒落来。我的帮站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得甲无拄面，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面，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引援。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离出离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以上。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讲，你先我主，现在。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讲，你先我的主。咱今日特别邀请蔡三雄牧师为咱来证道我的光景。上帝好的意思，互我搬厝。我久久伫北部，搬来伫婚姻的市场，甲查某囝住较就近。对，会知影对市场开车来遮，毋免1点钟，所以真方便，就会当来到伫咱的中间。也得到咱的教会好意。当我来伫市场的时，第一个敲电话互我的是萧军长老，就甲我约8月20周年庆祝的时，希望我会当转来讲道详时，也会当来相连。
甲妇女安尼做2工的陪灵，我就一个答应。后来佮接到罗金地长老的电话，讲无咯，袂使干那来一遍，望会当逐个月来。我安尼就咧安排，把时间敲好势。今仔日是7月第1遍，安尼来伫咱中间，所以我逐个月会甲咱3甲见面。我有选一个范围，就是对诗篇120篇到133篇，拢总前后15篇的圣经，要甲咱3甲分享。我今年都6遍，拢会用诗篇1遍2篇，所以今仔日是120到121。8月时我会用122到123。第1遍我要甲咱3甲来分享的，就是咧探讨我的情景、我的处境。大笔决定有好的意思，要为着约柜来起一个圣殿，可有安稳自在的所在。约柜是代表上帝甲以色列百姓立约上界神圣的一个约柜10条解。这个意思，上帝有来接纳，总是无永远以来起，因为伊的手有拍拉伞，伊是一个勇士，有真正精进。伊甲上帝讲：若无我袂当起，无我来准备这个材料，将这个构想，将这个方向，将这个想法留予我的囝子，伊来完成。这个做爸老爸人，这是真特别，有将伊上要努力的代志，佮准备遐个材料，然后交代伊的囝子。伊感觉安尼还阁无够个，这间圣殿起好了后要安怎？众百姓是毋是意爱？要对逐所在来到伫耶路撒冷城，上帝所竞选的这个锡安山，伫遮来调祭上帝，伫遮来敬拜，伫遮来献祭。所以，逐人对无共款的所在来，无共款的身份，无共款的处境来到伫这个所在，但到底每一个人来，你的心思念头。你的心情、你的态度、你的动机、你的目的伫倒位，拢无共款。所以大笔的想讲，我爱写一寡诗。对今仔日开始，咱所看到的迄个叫做上行的诗，就是要中耶路撒冷，要开始出发的时，就哪行路哪咧思考，哪行路哪咧默想，哪行路哪咧祈祷。这个是真特别的代志啊！这是不是捞财产，是捞迄个信用的遗产，大家看这是宝贝。咱他都伫礼拜中间有做伙做声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用告别。这个是1985年，咱长老教会设立的，总会通过，经过8年久，伫遐讨论，表决几啊遍，安尼较通过定案，就公布，互全台湾的正教会伫礼拜中通去用。我伫1987年，带离现在35年前。我来时是旧的拜堂，来我要问咱遮，咱中间有个人捌伫旧的礼拜堂参加礼拜过，请举手一个好无？哦，安尼有一半以上好放落来。
我来参加礼拜的时阵，伫7月来，8月3月来8月开始动工要起这个拜堂。我来伫旧的拜堂的时候，我发觉一个人，你念信仰个别的时阵吼，伊无现信息头前的信仰个别。嘛无看头前的跑跑的拢无，目睭刻刻伫遐咧念。咱知影咱的使徒信经、主导文、新的诫命拢短短安尼真百字尔。这毋是咧，这几百字呢？迄个人就是咱所尊敬捌做过国校的校长，伫宜兰遐搬过来，张坤正长老，捌听过无？捌看过人举手，捌看过，好棒了。伊的后生听伊讲，抑搁伫咱中间呢。伊后生啥物人？铁子是无？德夫啦，德夫啦。你看迄个阿达嘛，赞的人安尼，伊目睭刻刻会晓背呢，伊迄个时张老嘛70通岁啊呢，嘛70通。各位兄弟姊妹。咱着爱想讲，我是用什么心情来到伫即间拜堂伫遮咧敬拜？我想这个也是真要紧。箴言第24章第30讲，厝体因为智慧来受启造。有智慧的人，伊会顾想讲，我起即间厝要创啥物话？我这个厝的方向，我这个厝的大小，我这个厝的宽大，我这个厝的目的，这叫做智慧。总是聪明的人，伊会把这间厝起好真安稳自在，这叫做建筑师用做厂啦。我就会叫这咱的长老廖德龙长老来起这间厝，起了有顶到无？有用无？有无？有哦，经过921嘛，拢抑个真安稳自在伫遮，安尼已经超过30年啊。所以智慧的人，厝是因为智慧的人来受启造，都是聪明的人，互即间厝安稳自在。列位代表讲，我咧想要起即间圣殿。总是我较要紧的，就是来想，咱着用什么心情，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当咱咧行路的时，就开始咧思考，毋是入来到内面，较咧安静咱的心。当你出发的时，你去鞍山咧行路的时阵，你就开始咧默想，你就咧思考这个代志。所以。咱长老教会家己问讲，为什么咱着爱来敬拜上帝？就是伫敬拜中间，通认捌我家己啦。伫敬拜中间，通过圣神的做工，通过上帝话，通过上帝讲，通过整个礼拜的听书，互你有所看见，有所体会，认捌你家己的存在。你的处境是啥物货？所以印度一个早前的诗人叫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个，伊100年前就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伊讲上界容易的代志就是指责别人啦，嫌东嫌西啦。上界困难的代志就是捌咱家己啦，捌咱家己。正选举都要到啊！你也看迄个要指责对方的凊彩项拢嘛通好指责，穿衫嘛指责，做代志嘛指责，讲话嘛指责，就7斗8斗，就真济。求上帝帮助咱。咱今仔日读诗篇120篇，一个开始讲：耶和华，我伫真危急艰难的中间求救。你的名，你有听我的求救，你有应允听我。所以，当一个人要来敬拜上帝的时阵，伊就抬头咧想这项代志，伫我的生命的中间
有拄着危急，有拄着艰难困苦的代志，人常常就是伫迄个艰难困苦的代志，较会着赶紧要牵调上帝，甲上帝恳求。你有去体会到上帝有听你的祈祷，所以来到伫上帝面前，认捌咱家己，认捌咱迄个光大咱照，互咱知影咱的情景是啥物。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有当时咱拢无认捌咱家己是啥物货。咱的身躯有一寡镜头，咱就爱通过现代科技照 X 光，也是照核磁共振 MRI， 来看到咱的骨头、咱的神经，看到咱的关节的情形。若无咱拢无认捌咱家己的。上帝是看咱的内心，伊比 X 光、比 MRI 搁较知咱的心思念头。我伫今年的3月底。甲4月初，安尼有去带院去急诊，伫即个婚林基督教病院3遍啊。为着查甫人的迄个射护腺的代志，放疗袂真顺的代志，等等这个代志，3遍还佫发烧。开刀了后，安尼食止疼药啊，食消炎的药啊，食抗生素，一段时间袂当运动。食嘛食袂好势，所以体重一直落，对76公斤半落来到74。经过到伫5月底时去磅体重，讲欢喜甲我有降体重安尼袂歹。毋知影我去咧运动的迄个拿口的迄个 station 有迄个。In body 身躯的骨头、肉、油、细胞的分析，你 in body 一个测起来讲，你无毋对啊，你体重都有减2公斤半，毋过咧，你的油比原来加2公斤半啦，哇，迄买命咧，瘦落来毋是瘦着油，去瘦着正肉呢，油煞颠倒济咧。我就是迄段中间我的胰岛素食的迄个抗生素血糖定定拢称起来到300外啦，所以新陈代谢拢无好，所以食袂，咱有食咧，所以袂消化，煞变做油咧。所以你若无去测控无去做引发你的测控，你都毋知影讲到底你这个74公斤是安怎分析，安怎就无了。所以偌济时阵，咱无了解，咱嘛无迄个危机的意识，因为咱毋捌咱家己，咱毋知迄个危险伫叨位。今仔日我要通过诗篇120篇、21篇，甲咱讲到伫即个时代，咱的处境有3项。第一项，咱生活伫迄个欺骗的时代。什么人会欺骗？诈骗集团的欺骗。迄个军口母较大了的黑社会会欺骗咩？嘛是会哦。迄个专制无民主的社会统治者会欺骗咩？嘛会欺骗哦。写历史的人会欺骗咩？写家己的立场，写家己好的，写一大堆历史拢嘛迄个统治者咧写。拢嘛写迄个歪一边的，迄个另外迄个歹的代志来为。今仔日的圣经在讲上帝啊，邀我求你救我脱离迄个讲白贼会出现奸诈人的罪。然后伊就讲上帝啊，求你互我脱离人的欺骗。甚至呢，你要安怎来面对这搞碰墙、搞分家规、讲白贼无实在的人话安尼一句话，伊甲咱讲头前2句，黑白斗，
到尾个意思就阁毋对去啊！上帝，你要安怎来面对这个奸诈讲袂出的人？伊这圣经就讲啊啦，耶和华，你用勇士的字来写入去，佮用迄个火炭来烧，这叫做炸弹啦。哇！即阵哦，迄个炸弹啊，安尼当飞足远的，飞20公里、200公里、1000公里，飞真远，才你嘣一下。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的中间，咱拢会去面对。咱真无爱的人，甲咱欺骗；咱真无爱的人，甲咱欺骗。基督徒会面对人欺骗，会袂？会啊！我伫2015年，我伫三级教会起礼拜2，真多谢咱的教会奉献不止济，超过几啊10万安尼支持。无拍算，伫2015年的正月上牛，欢喜啊下啦，欢喜啊下。上牛就爱请这个带咱起厝的用做的人，呢嘛请中华议长在咱法林来好。上牛啊，阁无偌久就要好势啊。上牛过一礼拜，用做就讲，你爱要赶紧起哦，好啊好啊，无好，你遐阁有钱哦，你阁摕300万来招我啦，摕300万来招我。阮的长老讲，靠，迄落，咱就照起哦，你起到偌济，我互你偌济钱，靠，迄落叫我即阵摕300万来招你，无咯，你着要拿保证要创啥物货？若无吼，300万无啦，30万就好啦。伊讲无咯，你着300万招，我开当然赶紧去啦。话着讲未1个月，挂倒啊啦，挂倒啊！伊知影你爱要赶紧啊！你建筑基金要了，个钱，你赶紧来摕来招啊！招啊，伊都摕来落位、包位去，就规个拢起了。我阁无偌久就要退休，我去拄着迄个英州岛呢。毋知影即个英州吼，那是教会人介绍来呢，阁是教会中级介绍来呢。倒了煞毋知要安怎？我无咧，我去试过教会吼，无超过100间的教会，超过500万要到1000万，较会使拢停咧。人倒，咱嘛着爱搁做伙祈祷，讲上帝帮助阮，搁会当安那找律师来安那终止合约，全面接管吼，我大家学着的呢。我几年前较学着讲。含伊合约的代志，就爱终止，无终止你袂使来接管呢。无接管吼，你袂使搁第2包咧，你袂使搁发包出去咧。一个含伊虽然倒是另外一回事，都是合约可以。找律师无1年久，无了，还搁找第2间的用做。你知影讲吼，人拢有一个民主啦。我介绍来的用做岛吼，即几个中心吼。伫即间教会出去，你就知影倒吼，就损失几啊百万呢。教会5个长老，3个拢请辞，才剩一个无损2个长老，安尼要阁继续去无？袂无啦，是放咧。迄人我少年的时候我拢放咧，迄是恁倒你要走，我来，我还着去打这个借钱。那是上帝不知怜悯。一个全面接管了，有人帮助上帝找天使，永和教会的长老做律师来帮忙。我较早伫公馆教会长老做营造的公务主任来帮忙，阁有一个辅助营造的要紧的人也来斗骹手，互咱安尼算啊会当加节省。到底我要退休。2017年的12月31退休，前1礼拜拄圣诞节，迄一日我接到即间礼拜堂的使用执照，安尼我通拿单位讲，我通喘一个大气啦。我要离开了，想无
这间厝也阁有起好了。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哦，毋是少年家啊，较会去互骗呢。阮这食到60岁嘛，会互骗呢。你人敢若看外表好，我知你画单画西偌偌厉害，拄偌厉害，伊知你落地啊遐有钱，你摕来互我啦。好佳哉，阮还阁有几个退休讲无咯，靠人安尼讲，你就唬人诶。各位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人生第一项，咱会面对虚假。所以第4篇62篇讲啊啦。下流人都是虚无，上流人都是虚假，两项放伫天平的顶面，拢共款无分量啦，无分量啦。所以毋是讲我体重较重，我穿西装，我伫上帝面头前较分量，毋是啦。上帝是看你的内心实实在在的活伫这个世间。来面对伊。第二方面，咱所拄到的危机，就是伫第5节、第6节讲啊啦。我常常住伫外邦的所在，我甲这个社会人三个斗阵呢。我想要甲伊好好徛起，总是我若讲一寡话，因就开始想要甲我争战，意思讲叫你鼻仔暗咧，嘴掂掂，拢袂使讲话啦。顾在阮讲就好啦，你无发言权啦。台湾敢毋是安尼？台湾伫世界的组织，台湾袂当用台湾的名，就搁用另外一个什么台北的名。台湾出去袂当举咱的国旗，就爱搁举另外一支旗啊！毋知即帮。咱的拔河队去世界比赛，举迄支是奥林匹克的旗啊。那1998年我举3种旗啊去，你敢知影？你讲靠一个国家一个队伍举3种啊。我带师范大学的队伍去，搁去走去到台北市政府车，迄个时阿扁做市长啊，阿扁市长，阮是台北市人，你台湾授旗，所以我也举一面。举一面台北市的市旗，搁举一面师范大学的校旗，搁举一支咱中华民国的国旗，结局3支举起拢袂用尽啊！袂用尽。头一日搁把咱的国旗升起来咧，隔日讲国旗让咱降落来啦。阮就走去问讲，你安怎个国旗会使台湾降落来？伊讲倒。迄边个国家的人来咧参观，讲因无爱看迄支旗啊，就让咱降落来就对了。咱的生活敢毋是生活伫遮？有的人为着要求好去揽人的大腿，有的人为着要求好去看人的面色，有的人为着要求安稳徛在变做家里面的宠物，互人抱来抱去，尾啊摇来摇去。上帝创造人的尊严，无去啊！佮求上帝帮助咱，咱常常去生活伫，咱想要好好伫好好的内面，就爱有公义；伫好好的内面，就爱有实实在在真理的部分。所以咱咧讲228。当咱咧讲公义的时，讲和平的时，就公义甲和平两个就是咱兄弟爱揽做伙。若敢若讲和平，若无公义，迄个和平假。求上帝帮助咱的处境就是伫迄个，咱想要求和，总是人叫你掂掂袂使讲话。最近咱敢是拄着咱一个好朋友。做国会的议长，想要来咱兜咧，带咱看看咧，就有人咧呛声，讲你来留我看卖一下，看你安怎来。咱的好朋友要来带咱看，人就咧呛声咧。你敢是真正为着和平的代志？第3方面，咱的情景就是伫诗篇121篇，我要夜望山，我的帮战队打落来。各位兄弟姊妹，无论你少年，
也是臃肿，也是年老，咱拢有真孤单无气力，需要人帮咱的时阵，咱若会用敲吹着，伫需要的所在去敲吹着我的责任。我想这是上帝予咱的机会，所以我今日来看到咱的教会外口边有插一个旗啊，咱有成立一个法人叫做德行关怀协会，对无？德行关怀协会，安尼咱即种就是要做好的撒玛利亚人，对无？是毋是安尼？做好的撒玛利亚人，对无？做好的撒玛利亚人吼。咱就把迄个各国他迄个亚利哥的路开较大条咧吼，路顶装较光咧，互强盗较毋敢伫遐出入。若强盗搁伫遐出入吼，咱把即条路吼加较侪站救护站，要求迄个救护车多一点。若个救护车无够吼，好无干脆伫即条路吼，因为都定定强盗会来打咱损害。无去较侪间病院呢，这叫做社会福利的救济方法。这啥物人讲？这就是我的老师讲的，电视牧师讲的。所以当咱咧读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时阵，你就要去注意整个社会结构真正的恶、制度的恶、组织的恶伫倒位，你敢去面对？毋是讲这个亚利哥的路有强盗吼，咱无法度通好面对强盗，咱把迄条路做较大条，路顶加装挂较光咧吼，强盗较毋敢出骹手。伊讲即种的关怀，种个叫做三楼顶咧点目药水。这我的老师讲的哦，咱中间有奶池，捌伫遐咧甲伊同工过。我的老师40年前读新学院的时，伊咧讲，今仔日咱咧做关怀时，毋通干那做迄个三楼顶咧点目药水，互你点到的人真有福气。安尼是这句个，别人就互你点到安尼咧。求上帝帮助咱会真孤单无力的时阵，当你出世时，你检测是3000g，就是3公斤，还是2500公斤？当你来到伫这个地球有地心引力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你的存在，你的体重来负责任啦，来负责任。你活伫这个世间，你的确有重量，除非你放弃你的重量，你就是要倒伫涂骹，互人烂；倒伫涂骹，互人。倒伫门床，互人伺候，所以我退休了的2018年的1月第1礼拜来遮讲道，我的题目叫做 Stand Up 起来，面对你的存在，面对你所拄着的处境，你就 Stand Up。Stand Up 就是我知影我徛伫啥物所在，咱咧讲我的情境就是我伫啥物所，迄个点，我的处境是啥物？有上帝帮助咱，所以我到今仔日，我去逐所在教7、80岁、8、90岁，我伫安阳中心嘛教迄个100岁人做重量训练 ，muscle training， 毋是叫因哑铃杠铃，摕加重器0.5公斤，互你的肌肉无遐尼紧退化，你。若咧想讲，我一世人要互人帮衬，安尼你就是开始咧做下坡了。你就想讲，上帝你互我存在，我就要对我的生活，对我生活的处理，我会当家己行动负责任。你对今仔日就开始，互你会当徛在过一个真独立佮精彩，会当甲人试车，会当服务人群的生活。总是有当时，你真正就是拄着试炼。咱这帮真欢喜，看到咱的女的包对去世界安尼，哇！你扫安尼总扫咧。其他6个国家，甲咱安尼6个国家比赛，每一场无超过1分钟啦，拢20秒、30秒就台安尼起来就对啊啦。
你敢知迄个教练是坐轮椅咧训练选手的？4年前的7月16日，迄一日比赛摕金牌，迄一天拄着车祸，伫埔里骑铁马去咧合欢山到伫雾社迄个人子馆的所在，车队10几个人，后壁一个酒醉的对后壁弄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伊骑上头一个，内面伊上济岁，44岁，伊拍落了拢落去山沟内面，阿妈棍断3节，伫埔里无好处理，送来营总，迄暗随开刀，然后住院10年久。10个月，到21天，我拢咧算伊日子呢。我直直去带伊看呢，伊住伫南口，后来又住伫桃园。第3个月时，有一日，伊倒伫门床咧做治疗，甲我讲声：无错，我是毋是一世人拢爱坐轮椅？我讲。叫我看你唔免一世人坐轮椅，总是你若坐轮椅，我就是咧教遐坐轮椅的人运动啦，我嘛会教你啦。伊即阵互关伫翻译旅馆，转来对美国转来了拜3，就当去厝里。拜4，我讲我拜4要来恁兜看咧。反正错无说你来看我，总是袂使伤早来。我讲安怎还袂使伤早来？我住伫婚姻，我等下较早起来看，通去倒转来。我讲我吼，你暗时6点半遐来。我讲安怎来？6点半去。我要迄个豆就起来你看。讲无啦，迄个豆我爱去学校训练选手啦。伊带9个人去比赛，学校也阁有30几个。高中生、大学生伫遐咧训练，已经将近1个月，无好好啊带因训练，伊一个转来，这就唔敢讲，我着爱随过去带因看。即种的人，当伊软弱告急的时阵，伊同我讲：无事啊，我是咪一世人爱坐伫轮椅？我讲，总是你坐伫轮椅，上帝互你的头脑清彩，目睭金，耳孔嘛听清楚，你的嘴也阁会当发。所以当伊2000年2月去爱尔兰比赛的时阵，伫室内比赛，伊就大会要求讲，我袂当亲像人徛咧安尼行煞，因为我的只手只脚，阿妈棍断3节去，我的神经已经害去，行动无自，会当徛总是要行煞无困难，我就爱坐咧，互我用迷你麦克，用麦克，我就坐咧安尼画了对。大会温存伊用迷你麦克啊，一个转来我同伊讲，你来大会申请用迷你麦克，用了效果安怎？伊讲我都有早起吼，当我开始咧画的时阵吼，大家拢足安静啦，所以我迷你麦克就莫用安尼影响到别人就对了。我干那用我的嘴来画吼，我的选手就知影我咧讲啥物话来。咱圣经有一句话无？约翰第10章，牧者捌伊的羊，羊听有牧者的声，牧者知影伊的羊的情景。咱台湾有一句话讲啦，光头在门后，对无？啊，爸母行路转来，敢若听到脚步声，就知影讲爸母的心情现做怎样啊，对无？这叫做迄个教练甲选手的心拢真一致咧。我安怎画，你就知影要安怎想，安怎来准备，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面对咧。求上帝帮助咱一世人拢需要人帮助。这是上大的帮助伫倒位，上大的帮助来对摇花。我举目望山，当这个世间、这个环境、当人情世事拢袂当帮助咱的时阵，我就赶紧爱举目来望山。然后诗人讲，伊无要互你摇转，意思讲，当你举目望山，你恳求上帝帮助你，上帝要互你徛在啊，互你伫这个世间
有立足之处啊！你互你的你伫这个世界有你的位置啊，有你存在的价值啊！保守你的，互你的脚徛在了，伊袂爱困，伊袂拄久，总是上帝帮助你，毋是要互你做新主牌啊，拢永远踩伫遐。上帝帮助你，是要互你创啊？第6节讲啊啦，要互你会当出入啦。为着上帝的名，为着荣耀上帝的名，为着讲给上帝演讲伊的拯救，互你出入伫各所在，通为着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你出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对即时，毋是干那迄个空间，是对即个时间到永远，拢体会着上帝的帮助。耶稣嘛同款捌讲过即句话，请咱来看约翰第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嘛捌讲过，我就是门，既然对我遮入的，拢要得到救。佮上是安那，互恁出入得到草通食。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我就是门，既然对我遮入来的，的确要得到救，并且要出入。耶稣呼召你来信伊得到救恩，毋是要带你关伫教会内面啦。毋望你着爱伫即个世间来为着伊做见证。所以咱教会有即个关怀协会做好，就是开咱的门，咱会当用即个名出去甲人记者出入，定时伫迄个出入的中间得到草料者。毋是干那伫遮参加聚会得到草料者，伫迄个服侍的中间，为着主做见证的中间，嘛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帮助。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我今仔日用这2个诗篇，甲咱3个勉励。检查你若是拄着伫迄个真孤单、无几力的时，请你会记得呼叫耶和华。伊帮助你，互你的心平静。当你若去面对着你的厝边隔壁拢是凶恶，你想要好好，伊无爱甲你好好，伊要甲你争战，求上帝帮助你，要安怎来扮演你的角色？你若去面对遐鼻头真悬、讲话真红声、搞欺骗的社会的时阵，上帝啊！求你帮助阮，阮有缘要诚实事实来面对你。请咱3个额头来祈祷。万管的上帝，互阮伫你的面前敬拜，得着圣神的帮助，愿有所体会，有所领受，有所感动。过来日子，求你引带，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现在起立，咱来唱会用的诗，新唱诗第2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
遐济。咱今邀请陈建中执事甲刘罗仪执事来为咱施献。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学了你，阮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领受你的祝福。感谢你用无强无尽的听来听阮。阮要学了你，因为天地是你所设立的，阮的帮助是为你遐来。你无要互阮的脚油错，你是保护阮的耶和华，互阮免受一切灾害。你要保守阮的性命。你叫阮脱离世间无好的光景，你要保护阮，为即时到永远。即时阮要献上淡薄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你感纳。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伫报告大声请咱兄弟先并开周报第3页，咱先来读本周的金句。我读一摆，兄弟刷接对我读2摆。第3页，本周金句。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对打落来，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诗篇
121篇第1至第2節。我要舉目山，我的幫贊對倒落來，我的幫贊對耶和華來，伊是創造天地的。詩篇121篇第1至第2節。我要舉目山，我的幫贊對倒落來，我的幫贊對耶和華來，伊是創造天地的。詩篇121篇第1到第2節。本周的聚會表甲咱禮拜的事項表吼，攏刊登佇週報第3頁。咱有參與這個事工的兄弟，請看咱週報內底所刊登的內容佇吼。週報第4頁，本會消息。咱家非常感謝蔡山上牧師，伊為咱來主理講道，感謝。咱後主日，咱是邀請前立新教會江逢同強牧師吼，伊為咱來主理禮拜甲講道吼。第3點，咱小會有決議吼，咱本會這個統一的編號，伊負責人對林新成牧師，咱個變更對盧金池長老。第4點，咱8月要到吼，咱8月這個父親節賀禮，甲以往無相像，就是講吼，咱即馬決議是以當天有出席來參加咱主日禮拜的所有的父親為主啦吼。當日領取的限定是佇本人，嘛無通好帶領，嘛袂閣用麻煩咱的關懷小組的組長吼。佇主日禮拜後，佫逐戶來發送，還是補送吼，這咱有小可變更吼，照咱即擺新的決議。第5點，總務部的報告吼，因為咱有時常發現，咱教會鎖匙吼，叫出去了後，時常攏全煞無去啦，所以講咱決議，咱有要佇咱的鎖匙圈仔遐吼，有掛一個這個。借用登記表啦，吼，咱兄弟你若有去借用這個鎖匙啊，吼，嘛你甲簽名，歸還的時陣，嘛都甲簽名安尼吼。第2點就是講，咱8月了，牧師已經是正式前往這個南部正經教會牧會啦，吼。佇無牧師的期間，為着咱教會安全吼，咱對一路要往2樓的這個鐵捲門吼。咱會甲鎖起來，咱教會這個中庭車庫這個大門嘛攏會甲鎖起來。若無公務上的需求吼，咱攏甲改做是長閉的狀態吼。是講咱兄弟針對這點愛注意一下吼。第6點，咱台中二中停車場，咱佇6月就辦理煞做1年的這個契約吼。1年共款，甲以往1年的租金是8萬，咱目標吼要差1塊啦吼，請咱兄弟為着咱的停車場來奉獻。團契消息，咱個主日禮拜了這個團契聚會吼，青少年團契兄弟團契，咱擴大舉行了，邀請咱。蔡山上牧師吼，佇11點20了，佇咱1樓副堂，為咱來主講鄭兒玉牧師一生的見證啦吼。咱知影鄭兒玉牧師吼，伊對咱台灣民主非常的拍拼吼，特別是為着這個台語的推動甲教育的方面吼，非常的堅持啦吼。咱兄弟若有對鄭兒玉牧師有興趣，佫進一步的了解吼，對咱台灣民主、台灣的台語發展有想要進一步的了解，會使留落來甲咱聚會吼，有準備這個午餐吼。兄弟團契，即馬逐禮拜六暗時8點攏有佇1樓的交誼廳聚會啦吼，我逐間嘛攏有參加，這早間吼，非常的輕鬆，佫會互相討論啦吼。非常的好，邀請咱兄弟，逐禮拜暗的8點吼，若有時間來甲阮相共做伙。婦女團契伊佇8月初六
上午9点，伫中孝路教会有堂有办这个生命成长，伊的主题是人生是一条朝圣之旅，嘛有这个妇女事工100周年的庆典，咱妇女团契有兴趣的针对周报刊登的内容来报名。第4点四海读经，因为暑期的过程中，咱是拢用网络线上的迄个上课啦。8月25了后，咱有正式的实体的这个查经活动是对8月25号7点30开始。且咱以往有参加过这个学员到咱办公室来登记。新的学员嘛欢迎参加这四海查经是非常正统的这个一个查经虽然是有当是较无聊啦，但是若上正确有法度伫内底吸收上侪知识的，就这个四海查经邀请咱现在对圣经有要详细了解的请我来参加。第5点，咱双年团契年中的，因为伊较惊这个疫情所以讲伊7月份这个聚会也是暂停。主日学伫8月起就全面恢复上课。咱的小朋友使个定心来咱教会做伙礼拜。关怀消息，较要紧的是第3点啦咱伫顶礼拜咱道县教会有写计划书上台中市政府针对这台中市政府的城市森林计划，伊甲咱补助啦咱台中市一年补助10个单位，咱道县教会是其中一个单位有补助咱15万，咱定着是要来设备这个鱼菜共生有机蔬菜甲鱼菜共生咱即摆教会已经有接触一寡老师，嘛有安排厂商要来为咱教会设置啦在个过程中，咱会安排一寡参访行程一步一步，咱教会兄弟建立这个有机蔬菜伊的种植过程，甲伊需要注意的所在我个人参加，我是感觉这真趣味啦。咱非常邀请咱的兄弟若有兴趣的，会使直接甲我联络，甲我报名。遗体关怀咱首先咱看今日有新的朋友来到咱会来，甲咱参加组织的礼拜新的朋友其中一个是林怀仁弟兄你遮伫对？咱泡泡甲伊欢迎。另外一个是黄庆林，伊之前敢捌参加咱的彩虹教室，有在场无？对，这拢伫咱教会附近啦希望伊随时来咱教会行搭，甲咱三甲组织。煞接咱这集体关怀先甲会友提醒一下，咱莫拍破啦注意一下因为咱本会肃定姊妹伊伫顶礼拜安孝主怀加家属特别来甲咱的中间甲咱组织伊是肃定姊伊的家属野心甲伊的大嫂甲伊2个囡仔咱。是啦，伊感谢咱会友伫这段时间对因家属的关心啦所以讲因特别行来咱教会甲咱兄弟来到咱中间甲咱比，谢谢。咱下面这个集体关怀咱甲刷去上后壁部分啦咱先甲这个周报的部分先甲完成。
教界消息吼，咱拢总有4点，伊主要针对的就是咱暑假期间，咱的总会也是各部门有设计一寡即个活动啦，拢非常适合咱本会青年来参加啦则无真侪种欢迎咱的本会青年老议员有兴趣报名针对内底所刊登的节目即个活动来报名周报第6页、第7页是刊登着咱本会的奉献报告。然后5顶迄就是老顶的请咱财务部长来反映因为咱周报所刊登的这顶礼拜咱的关怀部长伊也特别讲啦咱回来即马真侪兄弟姊妹有当辛苦白疼。是寡经济工作上的问题拢较转变一个即个情景，就是敢若较无爱互咱兄弟其他的会友，也是咱教会知啦长老执事就知啦咱关怀部长伊嘛毋知讲是啥物原因啦。总是咱可能有思教较好的咱的会友针对着咱回来的兄弟姊妹有特别的了解啦。迄就是咱心内有所仰望的、有所挂虑的代志无论是你家己工作上，也是家庭，也是咱的国家，也是咱的环境我现在邀请咱兄弟起立，咱同心针对咱个人所关心的代志，咱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知你是时时愿意听阮祈祷的爸，愿将阮生活所拄着的困难，无论是阮的身躯、阮的家庭、阮的工作，还是课业，阮拢开嘴你祈祷，恳求你的帮助。阮的姊妹、属灵姊妹，伊伫前几日，遮伊一生的劳苦，阮感谢主的光照因带，接纳伊的灵魂到伫永生的天国。阮特别恳求主你安慰家属，祝因平安，愿用笑脸来代替哀伤，早一日恢复正常的生活。阮要恳求主保守阮教会兄弟，特别有身体欠安、住院疗养的兄弟姊妹，恳求主做因的倚靠，互因的心情袂因为身体的病痛，直到心情忧闷操烦。恳求主，互因有一个好的医疗环境。伫病院会当得到好的照顾，互因的身体会当早日恢复健康。伫台湾疫情也有严重的时阵，恳求主保守阮兄弟的出入，互因袂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受到影响。阮将阮侪事项，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知权能在手，在主；情绪也在主。阮感谢主，你听阮诚心的祈祷。阿门。咱做来吟圣诗391首《翱落天顶主宰》。稍接由牧师来为咱祝祷。当心。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赏赐恁平安，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现在请就座，伫典乐结束了后，咱才离席。し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お庭に心合わせ臨在に入れ主は慈しみ深い恵みはとこしえまでその真実は世々に至る我らは主のもの主のしみ